不管怎么说，陆向北都是我的亲哥哥，爸想要他认祖归宗，你就同意了吧？不可能，这件事儿我坚决不同意。妈，你要是我儿子，你就应该站在我这边。这个陆向北真的太过分了，我必须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妈，你别这样好吗？这个可是董事长办公室，我们只谈公事儿。哦，我让你计划收购完美的事儿，你的计划书呢？把计划书拿来。我快去干正事儿，快去。喂，阿姨。哦，英英啊。阿姨，我想帮你引荐一位朋友。谁呀？可能你听说过他，她是欧玛集团的负责人杰西卡女士，她想和你商量一起对付陆向北的事情。阿姨，你在听吗？哦，我在听。阿姨，别忘了，那个陆向北害你们全家名誉扫地，要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他一定会得寸进尺的。再说，近期华彩的市场份额一点点被完美集团蚕食了，你难道不想替华彩争口气吗？这，阿姨，不，董事长，这个时候你要拿出点魄力。我相信你不想被叔叔看扁吧？好吧，英英，你转告那位女士，我愿意跟她合作。危险吗？快回来！你是不是还嫌公司不够乱？你有没有常识啊？跑出去干什么？对不起啊。如果你以后再做这种事情的话，我桌上还有一堆文件等着你去复印，你马上给我处理好。 一念，哎，怎么搞的？我听说你差点从天台那边掉下来，你没有事啊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我，只是大家太紧张了。你真没事吗？真的没事。哎呀，我陪你去医院看一下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别担心我了啊。这个陆向北怎么搞的啊？怎么当你上司的？叫你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哎呀，不怪陆向北，是我自己跑去的。哎，姑娘，我觉得你还是到我这工作好了。你在那边受什么气啊？反正我妈也要当完美集团的董事长了。 我可以好好保护你的，杰西，我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相信陆向北，完美集团绝对不会落到你妈妈手里的。你怎么对我妈有那么大的成见啊？她当董事长也是为完美好啊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工作去了。哎，儿子，优秀的女孩子到处都是，你还怕找不到吗？而且，那个童一念已经不是什么千金小姐了，值得你这么留恋她吗？反正我就是搞不懂，为什么他那么信任陆向北？那个陆向北到底有什么好？你放心吧，那个陆向北很快就会有麻烦了。 为什么？他以为他手里握着绝对的股权，我就奈何不了他。
我说过，完美集团董事长的位置绝对是我的，谁也别想跟我抢。你的那首原创歌曲很符合我们这次电影的主题，我们想买下这首歌。听说你们打算要换掉英英小姐，找别的人做女主角。没错，确实太遗憾了。英英小姐传发那样负面新闻，好像你就是和她假结婚的男主角。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我跟英英小姐传出假结婚的消息，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买我的歌，又把英英小姐给换掉？沈先生，这就是你外行了。电影词曲创作只是幕后工作，不管人再糟糕无所谓，只要歌曲好听，符合要求，我们就可以合作。但是女主角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的女主角要有票房号召力，要在粉丝眼中有良好的口碑。英英小姐显然的不合适。但是我看过剧本，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的适合英英小姐。如果你们放弃她，真的是你们的损失。对不起，这公司方面已经决定了，我也是爱莫能助。什么？取消我一切宣传活动？有没有搞错啊你们？喂？喂？谁啊？怎么是你啊？我想跟你聊两句。不必了，你来总没好事，这儿不欢迎你。英英，我想跟你道歉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我天天被那些小报记者追得团团转，把我搞得骑虎难下。对不起。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我开了一家餐厅，就在梁妈私房菜对面。我知道。你今天来不就是为了来求我把餐厅改名字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英英，我们这样做有意义吗？你们想保住招牌，凭本事吧。一念，你真的要搬到陆经理家去住啊？这么长时间，我会舍不得的。一朵，我也舍不得你呀。但是我答应了梁妈要把兼职做好，所以我必须要去。而且外公年纪大了，我是不是也要照顾他呀？请你原谅。没关系啦，只要你好，我就无所谓。你放心，等我忙完这一阵，我就到私房菜馆去帮你，好吧？哎，你别提了，我还以为经营餐厅很简单的，哎。更可恶的是，对面居然开了一家正宗梁妈私房菜。什么？谁那么缺德啊？陆向北知道这件事情吗？知道啊，他让小马哥去查，应该过几天就会有消息了吧？哦，最近又见小马哥了。明念，我现在一个头两个大。是不是他跟你表白了？知道啊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那天在酒窖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有问题。哎呦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能怎么想啊？以前我盼星星盼月亮，盼着他对我好，现在他真的对我好，我却……那说明你心里有别人了。最近桃花运不错哦。我哪有什么桃花运啊，是男人缘的。之前啊，那个算命的他帮我算过，他说我前半辈子啊都没有桃花，没男人缘。那后半辈子呢？然后他就说我后半辈子更没有桃花，更没男人缘。对，习惯一个人了。他骗你的，
你不但是有男人缘，而且都写到你的眼睛里面去了。眼睛里面只有2个字：杰西。我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哦，之前师傅还活着的时候帮我们2个算过，但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差距太大了。我也知道他放不下你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的。我知道呢，你喜欢杰西，但是小马哥又跟你表白了，你很为难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那好好考验他们，最终2选1就好了。但是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忠于自己。忠于自己。乖了，乖了，乖了。知道你要报仇，你的仇人是沈蒙德和童志行。妈真的是好担心，妈怕你为了报仇会失去了一切啊。那他还是我善良的儿子陆向北吗？也许你不会想象，我和于木莲很投脾气，2个母亲坐在一起，有说不完的话。他跟我说，自从你的出现，他跟沈蒙德大吵了一架，2个人还在闹离婚。儿子，我真的是怕你为了报仇会伤害到别人。无论沈蒙德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你都应该原谅他。他是你的亲生父亲呀，他给了你生命，你真的不应该对他那样子。向北，妈跟你说这些话，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听到。妈这些天呐，总是做梦，梦见你第一次回家的情形。那个时候啊，你困了，趴在我的背上就睡着了。我背着你走了很久，可是还没有进家门，你就醒了，一下子就跑到了自己的家门口。我好奇怪呀，你怎么就知道那个是咱们家呢？后来我明白了，儿子，你上辈子就已经是妈妈的儿子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生，无论咱们怎么兜转，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家的。你就是妈的儿子，妈真的是舍不得。妈这一走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一念的婚事。妈怕你走错了路，为了报仇会伤害你和一念的感情。儿子，妈求你了，不要为了报仇迷失了自己啊！和一念好好的生活。儿子，妈真的好舍不得你。一朵姐，我们对不起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全要辞职啊！
我们也是想多赚一点。对面那家餐馆，别说了。啊，原来你们全部都要跳槽到对面去。对不起，一多姐，对面的正宗梁妈私房菜。他们不是正宗，亏梁妈在的时候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就为了几个臭钱要跳槽？哎，走，这也不需要你们，走。哦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大不了招人嘛。对面明明就山寨货，还说自己是正宗。别冲动，先尝尝他们家做的菜怎么样？哎，去！你们听我说，真的是来应聘的。岑杰西，你不要装了，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和一朵的关系。你不是想过来打探消息，然后偷走我们的菜谱吗？哇，这么快就被揭穿了！去，滚回你们梁妈私房菜！我们正宗梁妈私房菜不欢迎你。那我是来点菜，我是来消费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去！快走！走吧，别再来了。怎么样？和梁妈做的菜一样吗？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哎呀，跟梁妈做的一模一样嘛！那客户分辨不出来，连我也分辨不出来。哎，一朵老大，一朵老大，我刚刚去了对面打听一下他们的招牌菜，结果他们把我赶出来了，说我是间谍。不用尝啦。啊？哦。怎么样？好吃？什么好吃啊？问你和梁妈做的有没有区别？完全没差呀。哎呦！各位，今天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，我们完美需要一个新的掌舵人。经过这么多天的考虑，我相信各位都心中有数了。陆总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岑夫人，今天的选举其实是走个形式而已，我跟你都心中有数。你今天把他带过来，我猜你是想保童一念进董事会吧？童一念，原本我以为你会成为我儿子的媳妇，可惜啊，你的选择是错误的。岑太太，对于杰西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但我依然认为，保住完美，我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。你果然跟你爸爸不太一样，可是，你们两个今天都会失望。你今天把童一念带过来，我也带了一个人。陆向北，你没想到吧？那天你在梁妈家爆了我们沈家的料，这个仇我记着呢。今天我也给你个惊喜，诸位，在这儿虽然公布这个事情有点失礼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，我们华彩决定跟欧玛集团的岑太太联合收购完美集团。华彩和欧玛集团宣布正式收购完美。据完美集团知情人士透露，选举董事长的会议不得不再次中断。昔日强大的完美集团究竟花落谁家？谁又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呢？徐总可否透露一下目前收购的进展情况？我们所知道，很开心最后结果。这边曾为你与完美集团陆向北不和，请问你这个时候收购完美是不是故意为难他？对不起，这是公司行为，我不会针对任何人。请你再多说几句吧。收购完美。沈总，你爸爸来公司了，已经去你办公室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问你，收购完美集团是你的主意还是你妈的主意？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情啊？爸，你消消气，别说你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的。胡闹！那这么说，是你妈的主意？妈也是为了公司好。爸，
别生气，等回头我问问他。你知道欧玛那个杰西卡是什么人吗？啊，那个女人野心勃勃，你妈妈和她合作，无疑是惹祸上身。有这么严重吗？非常严重。阿姨，你做得好，你的决断让我看到了华彩的未来。莹莹啊，你是没看到，那个陆向北当时把脸都气绿了。陈太太，还得感谢你给我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。你就别那么客气了，我们现在都是自己人了。我只是替你不值得。沈夫人温柔又贤惠，沈先生怎么舍得把你抛下呢？说来话长，沈孟德之所以对我这样，说1000道1万，都是因为那个陆向北。那个陆向北，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了。谁叫他得罪了我们3个女人？来，不说这些，让我们为华彩和欧玛集团的合作干一杯。好 ，Cheers！ 太太要和华彩联手，这下可不好办了。是啊，没想到他会出这招。各位不用慌，虽然他们现在有联手收购我们，但不代表我们就一定会输。陆总，你说的轻巧，他们2家都实力雄厚，我们单独对付他们1家都很难，别说是2家联手了。是啊，我看还不如把陈太太找回来，还可以讲和。杰西卡对完美早就虎视眈眈。哦，你说你现在回去求人家放过我们，是吗？你没事吧？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，这一战在所难免。陆总说的对，我们不能退。杰西卡明摆着是要分拆我们，如果让他得逞，在座的各位将来都会倒霉的。对，我支持陆总。我反对，那是以卵击石。我也反对。什么叫以卵击石？说的很明显了，那就是以卵击石。你也不看一看，这是以卵击石，这根本是两码事。你们听一念说一句，你们都是公司的老臣子，对公司有很深的感情。如果这一次华彩和欧玛吞并了完美，我相信不只是基层员工，你们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。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团结一致，才能共同渡过难关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我们跟他们在股市上搏一搏。我同意陆总的看法，你们同意的举手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我都已经不是董事了，我还说这些，会不会很不合适啊？挺好的，你就应该这样，用你的能力，去让那帮人好好的团结起来。记住啊，以后不管我在不在你身边，你都要像今天这样。我知道了，我听你的。这边的问题暂时是解决了，但另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什么问题啊？不是你的错。我没想到，最后连厨师都被挖走。梁爸在的时候，他总要我好好学习，可是我就不听，总偷懒。如果我厨艺好一些，或许客人就不会被抢走。都是我对不起师傅。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好怕离开这里。如果这餐厅真的没了，那我就真的什么指望都没了。我老爸也不知躲哪去。他如果知道我失败，
就更不肯回家了。你别太伤心了，就算餐馆真没了，你还有我，我养你一辈子。 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有一点失态了。喂，姓马的！喂，我警告过你啊，离一朵远一点啊！不是你怎么阴魂不散啊你啊！我之前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你忍我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别来烦一朵老大。现在是我们餐馆最危险、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得专门来解决问题。你现在在这儿搅和干嘛？不是，你是一朵什么人啊？你凭什么管我和一朵的事情啊？再说我也知道现在餐馆很困难，那什么事儿能让他一个人扛吗？一朵，实在不行我跟向北说，你就别干了。别干了！你有病啊！一朵老大现在怎么会不干了？而且对面是一个假的梁帮私房菜，你现在让一朵不干了？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那我闭嘴，全部出去！出去！喂，一朵老大，我是来帮你的，该出去的应该是他。之前他伤害过你呢，一朵啊，别忘了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但我知道错了，你现在给我的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哎呀，全部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哎，一朵老大。 喂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好不好？我好怕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之前非说自己是童一念的未婚夫，死活都要拆散他和向北，现在又来搅和我和一朵，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啊你？啊？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不行啊！谁知道你这次又安什么心？我怕一朵老大受伤害。妈，有本事我们出去解决一下啊！啊，解决？ 好啊，怎么解决？想打架？打架就打架，因为我怕你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是真心喜欢一朵，不管有谁想来横刀插一腿，我都不会放过他的。但是你先搞清楚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喜欢童一念还是一朵？再来找我。站住！ 喂，一朵老大是我老大，我关心他，我有权利关心他。怎么想打架就打架？你以为我怕输啊？有本事决一胜负啊！好，是你说的，我们现在就去分个胜负。走啊！我回来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喝酒了？没喝，也没喝醉。哎，沈梦德，你不是不服气我吗？ 我这次就要做一件事儿，让你彻底的服气我。妈，于董事长，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。我愿意，我就是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你不觉得丢人吗？我丢人？你在外面有儿子，你都不觉得丢人？我有什么可丢人的？我还告诉你，沈孟德。 你别以为没了你，华彩就搞不定了。我这个董事长照样能够当家做主。你为什么吭都不吭一声就要宣布和欧玛合作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啊，你就是这样当好华彩家的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是要收购完美，我就是要对付陆向北。妈，你少说几句，毕竟陆向北也是我哥。好了好了。 我告诉你，我连你也算上。你可好，你不站在妈妈这边，你还向着陆向北。哎呀，哼，你呀，还不如英英呢。你怎么扯上英英了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英英牵线搭桥，我还不认识岑太太。哎呀，
你呀，还不如他呢。他比你这个儿子还了解我。是吗？等我跟陈太太联手把完美收购了，哼，我看你还小瞧不小瞧我？我看你还帮不帮陆向北？俺不讲理，不可理喻。哎，陈孟德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少说几句，妈。去那边看看。在哪呢？在哪？一朵，一朵，你没事吧？出大事了！我们都知道，对面开了一家正宗的梁妈私房菜馆。一朵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员工没了可以再招人，客人没了还是会有新的客人的。不是，是师傅的菜谱不见了。菜谱不见了？那我们赶快想其他的办法。还有什么办法？师傅的菜谱不见，就算死我也没脸见他。一定是跳槽到对面的那些厨师偷走了菜谱。好了，别难过了啊！都怪我这个猪脑袋，明明知道他们会跳槽，怎么就没看清一点？好了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我的菜谱。好了，别难过了，一朵。真有你的，怎么搞到的？说来也凑巧了，我们店把他们的服务员跟助理主厨都挖过来了，其中一个为了讨好，就把这个当礼物送给了我们的主厨。这叫自作孽不可活，看来老天都在帮我。谁让那个梁妈有眼无珠，收了那么笨的徒弟？有了这本菜谱，我们主厨说了，就算是凉拌菜式，客人也吃不出差别。依，这次你总算出了口恶气。哼，这还不够，向北哥不是要跟我对着干吗？我就要切断他所有的退路，我就不信他不会来求我。依，说句心里话，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像你，干嘛非要揪着一个小餐馆不放？哈，就算是要对付陆向北，何必要那么兴师动众呢？我现在就是闲人一个，公司停了我所有的宣传活动，好莱坞那边的事情也黄了。如果我再不做点什么，我就真要成废人了。而且那家餐厅的主厨和童一念是死党，上次要招牌也有他的份儿，我想起就气不顺，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认输？你有病啊！这地方虽然是你选的吧，但看得出来，你完全就是个外行。外行，来吧！来。
一朵喜欢的人可是我。你个跟屁虫，你个富二代！一朵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！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说，你到底喜欢同一年还是一朵？说，啊！你到底喜欢同一年还是一朵？啊！我喜欢一朵。谢谢你们送我回来，一念，以后住在陆经理家，凡事保重，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会的，你也照顾好自己啊，养足了精神，才能更好的解决。一朵，那个菜谱是死的，他们偷走菜谱也不一定能做出好菜来。既然我妈那么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你自己。我会的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啊。好。喂，一朵，不好意思啊，是陈杰西，他晕倒了。什么？一朵老大，气死我了你！学人打架，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你嫌我还不够烦啊？我怎么了？你昏倒了。怎么样啊？还疼是不是啊？没事，我只是在热身而已嘛。喂，有本事我们再来打啊！喂，你再打架，我信不信我把你手剁了？不会吧？不会啦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小马哥，对不起哦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一朵，我也受伤了，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啊？那你还好吗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本来也不想麻烦你，可这小子一直昏迷不醒，我怕他出事儿。喂，谁会出事啊？哎，有本事再来啊！我们再战几个回合都可以。陈杰西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刚才在台上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我对一朵的心思是不会改变的，啊？喂，什么台上台下？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没什么。
向北，你在哪儿啊？外公。好香啊！向北啊，你在煮粥啊？外公，是我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外公，从今天开始，童一念就会搬过来住了。外公，我给你煮了皮蛋瘦肉粥，不知道外公爱不爱吃？尝尝再说吧。哦，外公坐。童一念，这也叫粥啊？连米都没熟啊！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。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，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，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，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，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